是否女人嘅責任要管家？家中功夫都難做大過差，我口乾睇下個茶壺，完全未有茶。打咗10敗你仲要打？唔係我那亂將你話，家無家開後打牌，應該中就馬。日再沉迷落去，家務完全亂花。定大話，應要互助，互愛相關心，才算是好對象。既是名分已定下，創造好家庭，應份而家庭為上該人就多等下。你自然有啲家財，有啲聲啊，就咪出價。不我們變成個家，你就要聽我話，不好咁亂